2026年6月份生活聖言。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馬竇福音10章7至8節。喺馬竇福音第10章，耶穌啱啱召選咗12位宗徒，佢傳授咗俾佢哋驅逐邪魔嘅能力，以及可以醫治各種病症同各種疾苦嘅恩賜。耶穌之後吩咐佢哋去邊度，同埋點樣執行最初嘅傳教使命。佢哋要宣講嘅訊息十分之明確：天國臨近了。耶穌指示佢哋喺路上宣講佢所吩咐嘅資訊，一方面係要強調真正嘅門徒首先係親近人嘅宣講者，但另一方面亦都強調佢哋並肩同行嘅方式本身就應該都係一種宣講。事實上，喺若望福音中，耶穌留低咗新誡命之後就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馬竇福音10章7至8節。天國係耶穌宣講嘅核心。喺舊約，意義相近嘅詞彙天主的國，被用嚟指天主對人類歷史嘅王權、治理同埋救贖行動。佢係世界，特別係以色列子民嘅君王，而以色列子民就期待住達味王嘅後裔能夠恢復以色列喺萬民中嘅地位。喺新約，耶穌被描繪為達味嘅後裔，所以亦都係君王。同世俗嘅王國唔一樣，天國係一個和平同公義嘅國度。喺嗰度，窮人得到照顧，寬恕同埋和好成為咗準則，並且將為萬邦帶嚟生命同埋光明。呢一個國度已經喺世上同人嘅心中萌芽，並且喺耶穌再嚟嘅時候完全實現。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馬竇福音10章7至8節。耶穌宣告天國臨近了，而且迫在眉睫。喺芥菜種子同酵母使整個麵團發酵嘅比喻中，我哋理解到天國係以一種奧秘、謙卑但係又堅韌嘅方式喺時間嘅長河中發揮作用。除此之外，臨近了亦都具有空間上嘅意義。當門徒帶住耶穌聖神嘅臨在走近人群嘅時候，天主嘅國隨即就臨近。正係咁樣，喺馬竇福音中，當耶穌對經師咁樣講：你離天主的國不遠了。呢一個唔單止意味住你已經開始領悟，亦都指你離我不遠了。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
馬竇福音10章7至8節。伯伯呢一個詞翻譯自希臘文，原意係作為禮物。呢一個強調咗宗徒所領受嘅一切，並唔係因為佢哋自身嘅功勞，而係出於天主嘅慷慨，以及佢哋被揀選去執行特定嘅使命。盧嘉納咁樣寫，所以你哋一定要欣然接受天主嘅國，呢一個係天主賜俾你嘅禮物。事實上，冇任何人為嘅努力、苦修嘅功夫，或者係學術研究同智力嘅探索，能夠讓你進入天主嘅國，而係天主親自嚟同你相遇，並且用佢嘅神光向你啟示咗佢自己，以佢嘅恩寵觸動咗你。你冇任何可以誇耀嘅功勞，亦都冇任何可以憑藉嘅權利嚟要求天主賜俾你呢一份禮物。天國係白白賜俾你嘅。喺呢一種接納中，我哋今日亦都蒙召去延續耶穌託付俾宗徒嘅使命，用言語同埋行動宣講天國嘅臨近，一齊向每個人宣告希望嘅訊息。喺呢一個動盪不安嘅世界裏邊，天主深愛住世界，深愛我哋每個人。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天國臨近了。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馬竇福音10章7至8節。